医学大文高血压1。高血压的意思是血压伤悬。正常的血压是悬压，收缩压 （systolic pressure, SP） 小于120 mm of mercury， 这是磅血压的单位。后壁非必要就省略。低压舒张压 （diastolic pressure, DP） 小于80。若是悬压伫120到139的范围，低压80到89，表示血压开始变悬，要开始好好啊控制。若无，真紧就请教高血压。若是超过80、90，就是真正算高血压，要食药啊治疗。要控制什么？体重甲盐。体重安怎算？会当用生殖指数 BMI 做参考。咱台湾的标准是安尼 ：BMI 18.5到24算正常，超过24算大箍。3顿需要减食，4收啊唔通食。搁有台湾人久长拢食了伤咸，医学甲咱建议一天食盐唔通超过6克。毋过真侪人食到18克，当然血压会称悬。搁有莫食薰，适当的运动嘛足要紧。血压悬对咱的身体有啥物影响？高血压会害到咱的脑甲目睭，搁会伤到腰子甲心脏。若无照规矩治疗，长期尾啊会造成中风，目睭会视力退化，目睭内出血，腰子嘛会硬化，带着毒症，就要洗腰子。心脏嘛会变肥厚扩大，到落尾就是心脏衰弱无力。喘气困难，不闪时需要倒送素，帮助喘气。凡说搁着去带心脏科加护病房，准备回去见老祖公发玲珑20岁。咱若用电子血压计磅血压，会当看到3组数字，像138、77甲71。这内面138是悬压。77是低压，71是脉跳，就是手脉1分钟跳几下。现出时2017，咱台湾有超过450万的高血压患者，这中间18岁到39岁的有37万人。毋过，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人，敢若13万，另外24万人拢毋知。若是60岁以上的人，每2个都有一个有高血压。医学界讲高血压是无形杀手，因为伊无声无说，无啥物症状，嘛无经过信号，患者嘛未感觉到啥物各样，也是艰苦。华语讲做不痛不痒啦。足侪人想讲，若有高血压，应该会头晕目暗。颔棍硬正，事实的，一般讲来，头痛大约是血压180、101的时，才有可能的症状。毋过，这款血压嘛已经接近要中风啊。医学研究甲咱讲，咱人的血压对115、75开始，每增加20、10，心血管病的危险性就加添1倍。台湾心脏科医学会的见解是，台湾人一世人会带着高血压的可能性是90%。台湾当年新增加的患者有95000人，10大死因中，第2位心脏病，甲第3位中风，拢甲高血压有直接关系。大家真正着爱细字食饱字。咱人一天内底血压有无共的变化？暗时加，透早开始称悬，到过昼上悬。
过来开始慢慢啊降低，到明仔早起天要光之前，才搁再称悬。所以讲，动血压定定爱早起磅甲暗时磅，安尼才真正是你的血压。